假如哥哥是土豪， Round 1，气死我了！我闺蜜男朋友周末要带她去游乐场玩，在这儿跟我炫耀。这还不简单，你也去呗。啊，懂了。余额10万元。我天，陆晨哥哥，你疯了吗？给你凑个整，把游乐场包下来，玩够。Round 2，好了，小夏，你就在这待着吧，我怕里面物价太高，你看了会伤心。小夏，你也太低调了吧！陆枫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拿去，花不完不许回家。光买衣服怎么行？把这商场买下来，给你当仓库吧。让你朋友也随便挑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Round 3，小夏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今天晚上不是有舞会吗？没有男伴，他们不让我进。这还不简单？看谁还敢玩你！